这是咱来领受上帝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9章第1节甲第9节、15节甲20节以及31节。使徒圣经第9章咱伫和合本的175页，其他的版本咱请研磨。扫罗犹豫一味行学爱台主的学生去见这石头，对伊求配合大马色这个会堂。若拄着趁即个路过即个路的人，无论男女，伊就通白引带到耶路撒冷。行进大马色的时，忽然对天有光，微蕊照伊，伊就跋倒伫地里，听见声，甲伊讲：扫罗，扫罗，啥事困着我？伊讲：主啊，你是谁？讲我就是你所困着的耶稣。总是你着起来入城，你所应该做的，要甲你讲。当行人静静徛地，听见声也无看见人。扫罗对地里起来，目睭天开，袂看见啥物，人牵伊的手，带伊入大马色。历过3日，袂看见，无食也无啉。咱搁来看15节。独独主答伊讲。做你去，伊是我竞选的器具，要保养我的名，伫外邦甲国王以及以色列的子孙面前，我也要互伊知，伊着因为我的名受济的艰苦。阿拿尼亚就去入伊的厝，手按伊讲：兄弟扫罗，主就是你来的时，路中出现，互你看的耶稣，找我来，互你会看见。搁着圣神充满，连边对伊的目睭有面交落，亲像虚人，伊就看见。起来受洗礼，已经食就勇行。扫罗甲大马色的学生3甲点几啊日，连边这个会堂宣传耶稣，讲伊是上帝的囝。31节，对安尼变犹太、加利利、撒玛利亚的教会有平安，得到建立。行代志敬畏主，也受圣神的安慰，人业愈加添。以上，这是要请本堂题目师来讲道，伊所要讲的题目是委身竞选教会扎根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主，阮感谢你的带领，阮平安经过一礼拜，伫主日阮阁有福气要来敬拜你。今仔日阮要甲主坐祷。也有几啊位的兄弟伫这所在要来成人洗礼、健身礼，也有小儿洗礼。阮感谢主你的救恩伫阮每一人身上。但这时阵，我也要三角来对你的话语得到帮助。求主你赏赐阮每一人有谦卑、敬虔、顺服的心来领受，赏赐阮有属灵的智慧，也开阮的心门，互阮会当明白主你的同在临到伫阮的中间。祈祷靠着所有名。阿门。平安。咱今仔日真欢喜，伫这所在咱要举行献礼典。咱今仔日有几啊位的这个健身礼，甲是成人洗礼，甲有小儿洗礼，咱为这献上咱的感谢。咱三个做伙伫这所在，就是因为咱有一个教会要加做咱的帮衬。那教会的设立是为第时开始，咱伫今年中间，咱为使徒行传，佮经几啊圣人摘出来，咱这个专注伫这个有关教会这个部分，虽然咱已经使徒行传，咱已经行过，咱讲过76讲，甲伊讲煞，但是咱这边是要集中伫这个有关教会的部分。但咱已经学习到教会的成立，是因为有圣神的充满，就是这5顺这个神，这使徒因受着圣神充满，因开始有气力，因会当去来传福音，侪人组织，然后教会就伫迄所在来形成起来。那教会形成了时，毋是一帆风顺，开始受到迫害，因为这犹太人因感觉因爱信只有信犹太教才对，有信要信这个基督，所以受到迫害伫咧。但是咱看见教会无因为安尼就衰微落去，连到伫咧成长，开始佮受到迫害，这司提反去石头钉死，这个时阵，这个人开始，这个学生就开始逃走，因为受到迫害伫咧。逃走并无即个教会无去，等到这人走到伫倒一个所在，就伫迄个所在来设立教会起来。咱看到教会等到伫迄个所在扩展起来。
但咱今仔要想的是讲，这个教会伫逐位所在来设立的时，伊要安怎样定稳伫迄个所在，就是受到上帝祝福，会当定稳伫一个所在，伫遐继续来成长起来。咱要来思考是有关这个问题伫咧。咱的灵气啥物无去？手后壁小看者灵气敢若无去遮。咱要来看即个教会的即个代志时，咱先来思考讲，教会安怎会当定稳伫一个所在？我相信教会的成立有非常重要的这因素伫咧。头一个因素，咱来思考就是有上帝的同在啊无？捌有一个牧师，伊为着要按算即个拜六要来举行一个报道会。报道会伫外围的所在，伊就搭一个布边，真大的布边伫遐，望真侪人，即未信者会当来，会当有即机会去传福音。但是无拍算，迄个礼拜拄啊当着伊的遗址，所以落雨落非常的大滴。伊逐工逼车祈祷，佮发动即个会友伫遐来祈祷，讲互迄天会当好天。但是一直到拜五，迄是拜六拜五时，犹原雨佮真大滴。伊就到伫迄个布边内底时，伫遐跪落祈祷。向主讲，主啊，你显示阮一个好的天气，我更较侪人会当来。伫遐逼坐祈祷，因突然听到一个声，甲伊讲：你所求的是干那求天气好，若定少。咱会遮久无听到你祈祷讲求上帝的同在，神的同在。咱的教会嘛共款，咱有足侪活动咧。咱到暑假的时，咱爱为顶礼拜开始，咱伫即个福丰国中。咱有30几个人去服侍因，差不多40个人。咱这同工顶人遮侪人，为着40人办的即个活动的时阵，互因的迄个辅导老师非常感动，甚至提一个方案讲，即个是县政府托因好好来办的。当伊感觉无人会当适当晚上，咱教会上个适当，会当请恁来办即个活动袂？受到遮尔大的即个肯定的时阵，咱当然足欢喜的。但是我倒来去问讲，咱办这的时候，大家足欢喜，安尼若定，还是因的性命会当得到改变？有上帝同在伫伊内底无？原来代志拢是爱求即个源头伫咧。我有一本册甲咱讲，咱常常咧为着咱讲，咱逐工拢行了无好，所以咱定定为着哇，今仔日佫安怎做无好，咱来祈祷，求主你怜悯啊，帮助我会当甲这歹的物件拢除去安尼。但是你看。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天的时，你发现这犹原佫继续存在伫咧。为什么咱的祈祷无效啊？是安怎？原来是咱无倒转到迄个源头。咱毋是咧祈祷讲我歹做这歹代志，我是爱讲我哪会袂做这歹代志，是因为我敬畏主。我若感觉神常常伫我惊的时，我免来去做这无好代志。所以应该倒转伊的源头，乃是讲你有敬畏主无？咱伫教会中间要做真侪这事工的时，毋是为着事工咧做事工，咱是毋望咱的性命得到改变。要当性命得到改变，就是这事有上帝甲咱同在无？这是头一个咱的思考，上帝甲咱同在无？上帝伫甲咱教会无？还是干那咱看起拢是咱逐人努力伫遐咧做足侪活动安尼若定？第二，咱是靠咱家己的气力，还是靠圣神的帮助？咱拢知咱一前的历程，咱拢有。咱嘛愿意做啥物代志拢有，但是咱若一直做落去，咱最后拢会咱会软正，咱开始有抱怨的声出来。为什么看别人遐尼轻松无做代志，我遮尔啊无用？因为咱拢靠家己的气力伫咧。伫教会中间，要当有即个中心点，就是毋是靠咱人的气力，是靠着上帝气力咧帮助咱。有信心，有挖靠着信心无？咱为主耶稣做咱的中心无？做咱的主人啊无，啊是咱设想拢是咱家己的想法。这个部分咱看是三位一体的上帝，要请做咱的帮助。伊伫咱的中间，伫咱的同在中间，就是黑暗势力就离开咱。然后加之圣神气力，咱就有气力、有智慧，知影要安怎去做较好势。然后主耶稣伊的教示伫咱的心中，咱就知安怎做会当下伫上帝心意。一个教会要会当定根，要会当兴旺，就一定有这个基本爱伫咧，然后刷落是咱人的努力的部分。咱的努力部分有愿意委身伫互主来使用的人，还是大家拢摕我干那要服侍，我袂要服侍人，还是你迄诚是大人拢愿意来服侍我。这个人来互咱教会，咱会当真
即感觉真会当自我安慰一下，因为咱服侍人会当达到70%的人咧服侍，这是伫咱台湾的教会内底真少看见的。大家拢大部分5%、10%的人咧服侍，其他的人8、9、10%拢伫遐咧享受别人的服侍那点。但咱经过真大努力，咱逐个人知影讲，主耶稣甲咱讲，咱伊来毋是要互人服侍，是要服侍人的。所以咱伫遐来学习伊的即个行事，咱就愿意去服侍人。要教会当兴旺，要当定稳伫即个所在，有愿意委身互主来使用的人。嘛有一寡人伊无气力无够，啊是年纪较大免怎，无要紧，咱会当诚做是参与干部。即参与干有直接来参与，嘛有伫背后伫遐祈祷，伫遐来为着因来祝福啦无。至少咱毋通诚做迄个讲负面的，伫后抽伫遐咧扭后骹的，即种就是一个真无负面。但是咱无办法真正面。伫头前咧帮助时，咱嘛会当伫遐祈祷，中间伫遐带祷，伫遐咧讲一寡造就话的人，这就是会友的产物。我相信这结合起来时，有人上帝祝福，以及人的努力的时阵，咱就看见一间教会要定稳伫一个所在，要受到上帝祝福。咱为初代教会安怎来建立的时，咱三个来看见。咱知影初代教会是耶稣有足侪学生的。这学生中间已经12个，诚做伊的使徒。伊靠这12个要来去传福音，咱福音就是安尼来传递的。但是咱嘛看见使徒行传拄仔所讲是讲到保罗的故事，保罗受吊，所以嘛，佫有一个保罗咧传福音。所以其实会当甲分做讲，初代教会建立是分做两部分，一个就是12个使徒，因所做的就是犹太人的这个部分。然后保罗去做就是外邦人的部分，因为咱拄仔伫圣经在看伊，阿那尼亚去甲即个保罗讲的是，就是讲你要去伫外邦人、甲君王、甲以色列人中间来为主宣扬伊的名。出来教会就安尼来建立起来。等五旬节时，彼得起来讲道的时，讲了时，5000人、3000人就伫遐来信主，3000人了，佫就5000人，遮尔侪人参加做伙时，就成做一个团体，这个团体就叫做是教会。因就开始伫主的名内底组织，彼此关心，彼此伫遐来追求主的即个价值伫咧。所以初代教会就安尼来建立起来。为什么主耶稣要伫伊12使徒以外，佫找一个保罗？咱知主的学生拢是迄个讨戏的，还是一寡抽象的，还是一寡主去竞选的，这拢毋是学问真饱的人，这嘛下伫保罗伊的体验。就是主要竞选迄个软正的人，互即个为软正的人来显出伊的能力出来。你若拣一个真牛的人，你无啥物啊，伊本来就足牛咧啊。你若看见迄个软正的人，迄软弱的人，但是变做坚强起来，变做真会当真正有力去传福音的，这就是有一个气力来帮助伊，对天来一个气力。所以保罗这12个使徒是不做伫使徒这部分，但是要到伫外邦人遐去的时，爱去到雅典，爱去到真侪所在，这需要有一个对学问后把足的人伫咧。保罗就受到竞选伫咧。咱要来看保罗伊安怎受到竞选，伊受竞选非常的特别一个，无参像讲咱人去传福音，人听到伊要来信主，伊原来是主亲自甲伊竞选的。咱今日看这圣经在就是写着讲主安怎来竞选伊。伫圣经中间有3位的所在，拢记载着共款这个代志。虽然这个中间讲的话无讲真共款，保罗所讲的重点无共款的是，其他这经过代志拢是共款。咱看伊记载今仔日看是第9章是路加所写，路加是缀保罗去传福音的，所以是写保罗的代志，伊是第3者咧写保罗的代志。22章甲26章是保罗家己讲的。伊向犹太即个百姓伫遐讲，伊家己讲第一人称讲我安怎。26章的时是向阿基帕王伫遐咧讲的时阵，伊嘛讲我安怎。伫遐所讲的这言语，伫遐甲主耶稣对话拢共款，只不过后壁强调的无共款，因为伊的对象无共款。为什么保罗会受到竞选？原来甲伊的背景嘛有关的。咱来看伊的背景呢？伊头一个伊是便雅悯支派的，即是罗马历书11章第1节所讲的。便雅悯是以色列支派12支派内底上爱细一个即支派的。佮一摆看去，上帝所警调的是，咱是迄个较软弱的，然后要互变做刚强的人。
后来伊是生伫即个大数，大数是伫以色列即个领土以外，就是若看即个地中海，伊是东北所在土耳其的所在，伊生伫迄个所在，伊也是做即个加玛列的即个学生。加玛列是伫犹太人的即个公会内底非常有地位的。当伊发生一寡问题袂当解决的时，加玛列出来讲一句话，然后代志就解决掉啊。所以伊是受到即个加玛列是当作公会非常尊重的一个人。保罗是伊的学生，伊的即个得意门生，所以家己讲因啊，伊是法利赛人，就是非常尊重律法、摩西五经所规定的这个代志。但咱若听伊法利赛人，咱拢感觉即个印象真无好，因为耶稣捌伫来批评即个法利赛人，讲你是假冒伪善的人。你看起来敢若哦，做了讲足好的安尼，表面拢真好，但是其实恁的内心并无安尼，你内外无共款。你是为着感觉我最好事就是咧积功德共款，所以我未来会当上天堂。你知咱人无办法靠家己，咱人搁安怎做，伊的歹一定比伊的好搁较侪。所以伊无办法靠伊的积功德，会当得到到天堂的所在。只有唯一的办法就是啥？得到稳定。神愿意白白赏赐予咱，讲你会使去，但是要安怎最标准？就是讲你有相信啊无？你有相信即个神无？你若有相信即个神，你就会当去到伫即个天堂的所在，有即救恩伫你身上。但是要哪会知影你会当你有信啊无？嘴讲信真简单。但是你有行为会当行出来，真正你是神啊无？这就是咱咧讲的，你要有行为做你的见证。法利赛人因是有行为，但是因无即个心伫咧。咱看去保罗伊的背景就是安尼。咱搁看伊的宗教立场是啥？伊的宗教立场是伊是信独一的真神，所以伊袂当拥阮遐异端伫咧是无，佮相信别个神的。伊讲安尼哪会对？迄当时耶稣受钉伫十字架顶，所以讲信耶稣人绝对是异端啦，因为伊互钉十字架啊，所以伊毋是神啊，伊是一个罪人才对啊，你哪会去相信伊？所以伊就伫遐主动来看会当。今仔圣经在头就讲，伊去找即个祭司头，对因来求会，互大马色的会堂，要掠遐信耶稣的人，伊家己。想讲要退天行道，这个人拢是异端，去相信耶稣，安尼我要甲抓起来，要甲消灭掉。这是保罗伊的宗教的这种立场，就是非常的热心伫这个书顶面。咱今仔看伊的保罗，伊伫遐受竞选的时的过程，伫遐写着讲有光个照，然后伊跋落去，有声甲问讲：你为什么困着我？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保罗就惊，伫遐问讲：主啊，你是啥人？你是几罪啊？你是谁？那有即个声伫遐讲困着我都无困着一个为天来声的人啊！迄个声甲伊回答讲安那，我就是你所困着的耶稣。我毋知恁若是保罗，你热心伫遐要掠信耶稣的人，讲这拢异端，因为因无信上帝，因安信这耶稣。我遮尔热心咧做这个代志，突然有一个声甲我讲，我就是你困着迄个耶稣。你毋知有倒一种想法伫咧？明明我都无困着，我无撞着耶稣啊，我嘛无困着伊啊。但是为什么有即个声对天顶安尼甲我讲？所以咱会当想在讲，伊会当得到一个答案。这个答案就是讲，迄个互抬死迄个耶稣已经够啊。若无伊，哪会当对天顶来甲我讲话？第二，即个耶稣一定是神，因为对天顶向人讲话，只有神才有可能安尼讲。人无可能是安，人死就死啊，嘛无可能对天甲咱讲话。第二个结论伫遮，第三个结论是啥啦？我无困着耶稣，我拄着困着信耶稣的人，真显然信耶稣的人，即就是啥？我若困着伊的时，就是困着伊所信的迄个。所以基督徒应该是上帝百姓。所以我若是困着伊，就是咧困着上帝。所以才有即个声甲我讲，我就是你所困着的即个耶稣。最后一个结论，既然耶稣若是神的时，耶稣在世时所讲话，伊一定要相信，包括伊是上帝的囝，是上帝所找来的。咱看见的是即个保罗伫瞬间中间，伊领受了遮个，伊做遮个代志，出于好意，出于伊的信仰。
唯一的真神，我信上帝，除了上帝以外，才拢异端，所以我无应该去信。有人信，我就去甲掠来。我遮尔的心伫咧，无拍算伫路上的时阵，一个光照我讲：你甲我困着，你为什么困着我？你是什么人？你是之水，我就是你所困着的耶稣。哇！原来耶稣是神，耶稣已经死过我。信你的人毋是异端，信你的人就是上帝百姓。我若了解信你的人，其实我就是咧困着上帝共款。这是保罗伊所得到的这个答案出来啊！伊马上回应一句话，伊伫遐来讲：那安尼，我就爱做什么？那安尼，我就爱做什么？我相信咱常常拢有即种的，会碰到即种的即种同一共款的即种心情。当伫遐咱做毋对的时阵，人甲咱讲，你这样代志做毋对，你安怎？你会问伊讲，那安尼我爱安怎做？你伫遐毋茫得到帮助，你知影毋对啊？你知影需要会当人甲你指正一个正确的路通行的时阵，到底我爱安怎做？保罗问即句话伫遐，然后咱看见透过阿那尼亚向伊在所讲话，伊就伫遐得到答案，伊就开始顺服，因为主透过阿那尼亚甲伊讲，伊要伫外邦人、君王甲以色列中间来保养主的名。佮为着伊的名，你来受苦。保罗伫哥林多后书在伊种的所在，伫遐讲起伊安怎受苦，伊用掠去几摆，伊去用鞭拍几摆，伊安怎去用石头钉，伊安怎伫即个大海中间，等等才当足侪即个困苦，但是伊从来无伫迄个所在来软软，无伫遐就开始讲啊，安尼卖我来休困较好，无，伊无软志继续伫遐，因为伊有非常确定的咧。主亲自警告我，我已经问主讲，我着安怎做？主甲我讲，你着安怎做？所以我就认真伫迄个所在来做。伊就开始为主伫遐来传福音，就为主，甚至伊最后嘛是伫迄个所在来宣教去。咱看见保罗，伊有这就是伊有接受的这任务，讲伊爱保养伫外邦人甲君王中间，以及甲即个，伊就开始做3摆海外宣教伫咧。咱毋通袂记咧，保罗伊是出生伫主后差不多，伊咧做工差不多主后50-60年的时阵，距离现在约略差不多2000年前。咱在迄个时阵无飞机、无汽车、无即个交通方便的物件，拢无。大部分大概是行路，上介好大概是坐马车。伊去传福音的所在是土耳其，土耳其是一个高原的所在，寒冷，佫真湿的所在。所以保罗一摆写讲，伊为着伊身躯上的一支刺，3摆求主甲伊刷掉的时阵，但是主无甲刷掉，伊嘛最后无去求，因为伊感觉即支刺伫遐，伊的心就咧提醒伊讲，伊是软正的，伊是肉体的，所以伊需要挖过上帝。开始学者伫遐来研究，即支刺到底是甚物？是毋是身躯上的咱讲的骨刺，还是有其他什物毛病伫伊身上？大多数学者拢认为讲，保罗即个刺真可能就是伊得到迄个疟疾，疟疾台语安怎讲？阿玛利亚，即疟疾的忽冷忽热安尼，就是你伫即个人伫即个真潮湿甲冷的所在时，你真容易去得到这个，迄阵佫无迄种特效药剂，所以定定安尼。所以咱看去许多人到最后时讲到呢。迄个作者写讲，我们作者是甚物人？路加是医生，所以医生缀伫保罗的身上，伫遐开始咧做海外宣教。因为保罗身体无好，但是伊佫热情要去宣扬福音，所以一个医生缀伊伫迄所在，真可能就是安尼。因为安尼，伊伫遐非常认真行路，去到处去遐传福音。咱看伫写伫顶头，这拢是地点。头一摆当古比路，佮安提阿，佮以哥念、罗斯德，佮德比，然后倒转来无偌久，伊就搁去看因，要甲因坚强因，探望因，佮实在坚强因遐。到最后，伊佮透过爱琴海，进到亚洲，进到澳洲去，福音传到伫菲律宾、帖撒罗尼迦、比利亚、佮哥林多这所在去。保罗遮尔认真咧传福音是安怎？因为伊有使命伫咧。
主亲自警调伊，伊伫遐知影以后，伊就委身伫这事顶面。教会要得到兴旺，都需要参与即种的人伫咧。但是咱无可能逐个人拢诚做这参与保罗遐尼委身的人。圣经中间佫讲到另外一个人阿拿尼亚。阿拿尼亚当保罗受警调的时阵，伊痴迷的时是阿拿尼亚去甲伊祈祷的时，伊搁伫遐甲洗礼，伊才伫遐得到，伫遐来开始做即个传福音的事。阿拿尼亚圣经安怎讲伊是一个学生阿拿尼亚，就是真普通的一个基督徒，咱拢是主的学生。即个学生主警调伊讲，你去甲即个保罗祈祷，伊有伫遐怀疑无？伊怀疑啊！伫即13节到14节，伊伫遐讲，即个人就是伫遐刣信你的人呢，我敢通去甲？主甲伊讲，你做你去。主甲伊讲，你去，伊就伫迄个所在去迄个所在甲伊退祈祷，然后伊就伫迄个所在顺服伫主的即个心意去遐行。所以咱看伊阿拿尼亚，就是咱中间咱会有大部分人拢参像阿拿尼亚。咱对咱的信仰，可能对咱的领袖的即个使命，咱的意向，可能有淡薄仔怀疑。无要紧，你会使问主，为什么安尼？我无真明白，主要互你答案。但是当你有答案的时阵，你是依然搁怀疑，还是依然感觉你想的无共款，你就无愿意去行，还是安怎？咱看见阿拿尼亚呐，伊知影了后，虽然伊搁惊吓，伊依然是伫迄个所在去，就诚做保罗受洗礼、受祝福的即个人。咱知影讲，咱伫即个，咱毋是每一个人拢当参像保罗安尼，但是咱会当参像阿拿尼亚真顺服，会当来帮咱，会当来支持。所谓支持，就是咱无一定咱会当伫第一线，但是咱会当伫后壁来祈祷。咱会当莫讲负面的话，无但无帮咱，佮顶咧讲负面的话，伫迄所在来破坏。无，咱会当诚做一个支持者。虽然我无行伫第一线，但是我依然会当诚做一个帮助者。咱今日要思考就是讲，教会已经伫即个所在来建立起来，但是变啊定军了，佫会当兴旺。咱需要委身的人，亲像保罗共款。咱嘛需要亲像阿拿尼亚，愿意互上帝来使用的人。然后教会甲教会中间彼此来接纳，有合一的心智。咱教会毋是干那咱长老教会，这是上唯一的教会，嘛毋是干那咱迦南教会。这附近真侪教会的，这教会拢彼此接纳，诚做一个合一的，就当为主这讲教会特别得到定军，可会当兴旺。伊的结论就亲像咱第31节伫遐所讲的，伫遐讲对安尼遍犹太、加利利、撒玛利亚的教会有平安，得到建立，行代志敬畏主，也受圣神的安慰。人家哪加天？只要讲行代志敬畏主，就是咱讲有上帝同在，有用主耶稣做中心，佮得到圣神的安慰啊啦，就是圣神的帮助。就咱拄则咧讲到教会要兴旺的即个条件，有上帝甲上帝关系如何？你有敬畏主无？你有受到圣神的安慰的帮助啊无？若有的是咱人的努力的时，就要安怎？人数哪加天？咱看见的是一个教会要得到兴旺应该有的。伫即个所在，咱今仔日即礼拜有小组中间咱会讨论，但即个问题也是今仔日我直接要问大家。咱看见保罗，伊伫人生关键的这事情的时，伊伫遐来问一个关键的问题。伊讲：主啊，你是几罪？你是什么人？然后佮问我：主啊，你爱我做什么？我也得爱做什么？所以真可能你已经问过第一个问题。所以你才诚做一个基督徒伫即个中间，有可能人也毋是基督徒的时，你可能你嘛会去问即个问题：你是什么人？你是什么神？我会当安怎来挖考你？然后你得到答案的时，你毋再问第二个问题呗？主啊，你爱我做什么？你毋知有问过即个问题无？你若问过即个问题的时阵，你知影你伫一生中间你的命定到底是如何？你爱安怎行出主所欢喜的即个路上？咱伫教会中间，教会要伫遐兴旺、要定军的时阵，伊的关键就是委身的人有做啊无？你毋知愿意委身伫即个教会的即个定军甲兴旺无？咱今日所思考的是教会的即个过程中间，已经建立啊，伊成长啊，伊嘛渐渐大起来，但是有正讲
定军无？有正讲会当安尼讲伊足勇的无？你愈参与的人，甲上帝关系好，佮愈参与的人愈侪时，你才会当真正勇壮伫即个所在。望咱每一个人，诚做主的即个学生的时阵，咱领受主的听伫咱心上，咱真意爱，嘛会当去分人知。一方面会当将这福音传出，一方面互咱的教会会当坚定兴旺伫即个所在，做主的即个好的见证伫咧。望上帝祝福伫阮每一个人，愿意来诚做主，互主使用的人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听堂的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拣选阮诚做你的囝儿，照着教会的设立，互阮伫身心灵方面拢得到起造，得到帮助。阮感谢主你的同在伫阮的教会中间，感谢圣神的帮助，互阮得到快乐。感谢主耶稣做阮的中心，做阮的救主，所以阮知爱安怎来行。然后阮需要是阮人爱努力的部分。阮会当诚做迄个违心伫主你的呼召的人袂，求主你亲自来警察阮，亲自来柔软阮的心，互阮愿意诚做服侍人的，毋是愿意诚做要互服侍的人。求主你帮助，互阮迦南教会伫即所在会当定军，会当得到兴旺。我嘛为着阮较咱要举行的即个圣礼典献上阮的感谢，当阮看见有兄弟姊妹伫遐来坚信礼、甲青年洗礼、佮小儿洗礼时，就是因佮一摆到伫主你的面前来甘愿要来委身，互主来使用。求主你来祝福伫因的身上，也佮一摆透过阮的圣餐中间来感受到主、领受到主你的救恩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。求主你祝福伫阮每一个愿意互你使用的人。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，这时阵阮要同信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别来告别阮的信仰。阮信上帝，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，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。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做人。做咱的兄弟，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对伊的受苦，定是伫假死，搁活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，互咱甲上帝搁好。是神，就是圣神，踮伫咱中间，赏赐快乐，互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，直到主搁来。阮是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，记载伊的救赎，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。阮是教会是上帝百姓的道路，就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做和解的使者，是普世的，搁定军伫本地，认同所有的子民。通过听甲受苦，来成做愿望的记号。阮是人对上帝恩典来悔改，做伫赦免，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，归荣光上帝。阮是上帝，互人有尊严、才能以及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。负责任甲伊三甲管理世界，对安尼人有社会、政治甲经济制度，也有分艺、科学，搁有追求真神的心。总是人有做误用这的文字，破坏人万物甲上帝关系，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。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办，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，伫基督诚做新创造的人，互世界诚做伊的国，充满光明、平安甲欢喜。阿们。